立法院今仔办外送平台专法草案的公听会，外送员团体是表示讲，外送平台已经成立10外档咯，也毋过外送员的薪水拢真无透明。伊望讲调解会当支持赶紧来通过专法。劳动部长洪胜汉是表示讲，公听会结束了后，会来整理各界意见，提出修法的版本，让立法院审议。给我外送专法，外送也要保障。大声话口号，希望立法院通过专法，让外送员应该为保障。外送员团体伫立法院外口表达因的心声，强调外送平台已经成立10几年，外送员的权益保障长期以来拢无够明确，薪水无透明，甚至被骗变减薪水，保险也无健全。希望立法院通过专法，保障因的权益。甚至出现3单仅45元的超低单价。以及每年将近1500件的消费纠纷，这样的恶性竞争模式，不仅伤害了各方的权益，也让整体的市场秩序崩坏。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伫初六举行外送平台专法草案的公听会，邀请外送员、平台业者等各方代表表达意见。透明化以后，才能够决定说到底。他给这一个外送平台的服务人员，他的报酬到底合不合理呀？平台的业者并不是反对专法，我们同样是期待可以给我们的外送伙伴更多的保障，但它必须本于基于一个事实跟现况的讨论。调解党团有提版本，国民党希望定出合理的外送费标准，设申诉机制。民进党是诉求平台不应随便停止契约，由平台负担职业灾害保险。不过，这嘛也未看到行政院的版本。也找了相关部会，包括交通部、经济部做最后阶段的研商。那在这几天，其实我们也找了这个工会跟平台来收整最后大家的意见。劳动部长洪胜汉强调，伫最近有邀请交通部等单位最近开会讨论，邀请平台业者甲外送员开会，希望会整公听会内面的意见进行法制作协，赶紧提出行政院的版本。因为卫环委员会已经伫咧顶个月2日进行第一遍的询答，初六进行公听会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